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进前发生伫高雄的情杀案。23岁姑娘仔甲33岁男朋友分手了后，查囡仔有申请到保护令，但是查甫也是高甜唔愿煞。9月13号半暝3点外，这个查甫的搁到超商找当咧上班的被害人，拿水果刀啊共刣30外刀了后逃走。15点钟后互逮捕。这个被害的姑娘仔送病院来抢救，伫个加护病房住16天，讲伤到大腿的神经，续落来就要手术正皮。甲查某囝相依为命的单亲爸爸，讲到查囝的状况是后甜，尤其是后续的复健甲医药费，互伊真超还。咱的记者嘛独家访问到这个被害的姑娘仔，伊讲即摆在困，也会惊到精神，正惊是毋是会搁互对杀？担心他又要来看我，我好害怕哦。蔡讲，伫咧加护病房住16天，23岁吴小姐骹手真侪刀伤，上严重的是正骹腿内面的伤势，肌腱外柄神经损伤，要继续做真侪手术和刷在皮肤，复健之路是真久长。我还很担心说他又会被放出来。这个月13号半暝3点，伊伫咧林雅区的超商做工课时，叫33岁真男朋友摕水果刀甲伊扑30外刀，凶手走15点钟尾互掠起来，精神了后嘛互压起来。吴小姐重伤送病院抢救，性命有互救回来。伊即马醒起来，敢若烦恼，敢袂阁跳台。我希望他不要被放出来，我好怕会来伤害我。我也怕他伤到其他人，法律可以还我一个公道。看到查囝受苦，爸爸的目睭、口角已经无目屎，2礼拜以来瘦6 kg重。为了顾查囝，伊暂停工课，无休息。原本相依为命的爸囝，知影无法度为加害者迄边得到任何赔偿，续落来也有真侪医疗和复健的费用，都感觉真无助。叫医生尽量把我女儿医好，今天就是还要动第2个手术啊！我都不知道怎样啊，医药费，我们生活也是不知道要怎样。你都靠这个鼓励你自己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就这些啊。16岁就开始伫咧做临时工，吴小姐爱骑重型机车。过去休假时，伊就骑重型机车去享受。即摆靠骑重机相片影片来鼓舞家己，爱下过即摆难关。我不会放弃我重机的。你要勇敢啊！我现在就是要赶快把伤养好，然后赶快回去骑我的重机。爸爸甲倒在床的查囝揽条条，希望查囝会当赶紧好起来。伊嘛需要勇气和外界帮助，包括面对未来生活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